是老料没问题，不过却是白檀木仿造的。等等，这竟然是一枚光绪元宝户部1两银币。记得不错的话，前年春拍好像有一枚品相完好的，直接以2300万元成交。老板，你这破房梁怎么卖？这可是从一座前清老宅子拆下来的，正宗小叶紫檀用料，一口价1200万。老板，你这就不实在了。你看这木质纹理松散，还透着一丝淡淡的酸味，明显就是民国时期白檀木仿造的。哎呦，可能最近收的料子有点多，是我记混了。那您说个数？我最多出价10万，毕竟是个民国的老物件，13万吧，不能再低了。成交。小严，你弄个老梁进来干什么？这白檀老料不好出，也没大用。爷爷，您先别急，您看这里，木纹是不是不对？这里开过孔，又用铜纹木料封死了，手艺很讲究。好小子，眼够毒的！我就是看他暗藏玄机，所以买下。梁上藏物，要么镇宅，要么就是藏贵重东西。打开不难，但一打开，这根梁就算废了。你确定要开？买它就是为了里面的东西，风险投资。好，我孙子有魄力。有东西。光绪元宝，户部库平1两，真的？别急，进书房。重量、外观都对得上，80%以上是真品。这东西价值至少2000万起。小严，你想怎么处理？爷爷，卖掉，和上次一样。哈哈哈哈！这次我这小院又得被他们踏破了。民国时期白檀木房梁里开出来的光绪元宝户部库平1两，来源清楚，想长眼就快来，过期不候。老陈，你又放毒！先说好，老张，这回我可不让你了。你们俩也先别急，钱币一吐，赵爷可是正经专家，得先让他长长眼。这光绪元宝户部库平1两，品相极佳，来源清晰，堪称是传世的极品啊！老规矩，价高者得。我不报了，刚收了你孙子那幅祝枝山，穷了。老张，你终于懂事一回。我记得这光绪元宝户部库平1两，春拍也出过一枚2300万，我出2500万现款，如何？小严，你怎么看？爷爷意思是说价格公道，2500万，白爷的确够敞亮。慢，少爷，您这是要截胡？哎呦，白爷，这次可不是我啊。白爷，这冥币比春拍那枚品相还好。我玩了一辈子钱币，错过它，恐怕晚上睡不着。所以呢，3000万我拿，还望白爷成人之美。3000万，这，白爷，哈哈哈哈，行，我算看出来了，你们这是都听着风声了。什么风声？3个月后香港要拍机手，你们这是让我攒钱为国办事儿啊！白爷，您这格局，今天我服。白爷大义，少拍马屁。赵爷，转钱。 3000万，我这是马上要变成亿万富翁了吗？爷爷，刚才白爷说的鸡手可是12兽首那个鸡手。不是说失了很多年了吗？这次又有新的真品上拍。香港那边有传闻，希望这次有志气的人能把他带回家。爷爷，我现在想这个好像飘了，还是先想着把我那辆10年的老爷车换了吧。也好，人靠衣装，马靠鞍，你自己挣的，没毛病。陈先生，您的账户已经升级为我行的黑卡用户，我是您的银行专属客户经理苏念，您什么时候方便？
我给您把黑卡送过去。我正要去买车，正好你去盛豪汽车找我吧。这可是大牛的接班人啊，太帅了！哟，这不是陈岩吗？张小月，这么巧？谁跟你巧？伟哥今天带我来提保时捷。小月，这就是你前男友，一上来就看 Revanta， 眼光够高啊。美女，这辆车能试驾吗？先生，兰博基尼 Revolta 这款车试驾的话，我们是需要验资的，至少银行存款需要500万元以上。我也要试驾，麻烦安排一下吧。我说，总得讲个先来后到吧。陈岩，你聋了吗？试驾要验资的，你拿得出来吗？谁说陈先生拿不出来？陈先生，抱歉让您久等，我是您的专属客户经理苏念。您的百夫长黑卡已办理完毕，请收好。这不可能！伟哥，这破黑卡比你的钻石卡还厉害。闭嘴，蠢货！钻石卡在这张卡面前连个屁都不是。伟哥，你吼我干嘛？陈先生，我马上带您试驾。陈先生，这辆兰博基尼虽然不错，但我觉得那辆法拉利 SF90更契合您的气质。当然，这款可能落地价格比 Revolta 贵一点，不过价格对您来说不是问题。苏经理的眼光，我信得过。那我去给您办试驾手续。不用试驾了。这辆法拉利我要了，全款，现在刷卡。近千万的车，看一眼就全款买了，他不是个穷屌丝吗？陈先生，其实今天除了送卡，还有一件事。哦，我们分行明天有一场内部抵押资产拍卖会，里面有不少豪车、名表和绝版文玩。这场拍卖会只对您这样的黑卡会员开放，我觉得您一定会感兴趣的。听起来不错，明天我会参加。好的，所有手续我会替您办妥，电子版邀请函稍后发到您手机上。明天我在拍卖行门口等您。有劳。伟哥，保时捷该提车了。提个屁！不够丢人现眼的，赶紧走人！陈先生，拍卖会10点开始，我先带您看看预展的拍品。品种真不少。陈先生，这辆迈巴赫 S600一会儿也会参与竞拍。我靠，这是古琴币，又能捡漏了。这是战国3恐怖。这东西10几年前就拍出一枚368万的高价，现在少说1000万起步。古钱币似乎不止1枚，这车必须拿下。各位贵宾，上午好！本次拍卖会现在正式开始。第一件拍品，劳力士 Daytona 冰兰迪，起拍价20万，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万。竞拍开始。21万、 22万、25万、28万、28万。不愧是黑卡邀请制的，1万块跟1块钱似的。32万。32万1次，32万2次，还有没有更高的？32万3次，成交！恭喜8号贵宾拿下开门红。接下来是第2件拍品，2019款迈巴赫 S600，车况良好，里程10万公里以内，起拍价70万，每次加价1万。年头有点久了，也不是纪念款。是啊，保值性还得看劳斯莱斯。71万、 73万。没人开价正好，一举吃下。 80万。哦，这位先生直接来到80万，还有没有更高的81万。82万。85万。不对劲，难道他也知道车里有东西？我试试他。88万。88万，还有更高的吗？ 88万1次
88万2次。恭喜这位先生中拍。其实，东西还在车里，您怎么不拍了？稍安勿躁，那小子像个愣头青，咱们继续跟他竞价，只会让人起疑。那就这么便宜他？先查查他的底细，这小子出手阔绰，背景不会简单，但他不可能知道车里有东西，回头私下把车买回来便是。快快，这不是车，这是移动金库啊！光是战国3恐怖就要1000多万，这2枚北宋精致健康通宝品相更好，应该更贵。这么一堆钱币加一块，发财了，得跟爷爷说说。爷爷，跟您说个事儿，我今天买了辆迈巴赫。原来如此，你拍卖会上遇到的是齐老八那个狗东西。早些年他设局骗过我一个价值10多万的清中期粉彩瓶，后来被我识破，差点没打断他的腿。没事，爷爷。那我估计他们也知道车里的秘密，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放心，等他们找上门来，我给您报仇。好孙子。说曹操，曹操到。小兄弟，你就是昨天拍下迈巴赫的人吧？哟，两位这是？小兄弟，实不相瞒，昨天你拍下的那台迈巴赫其实是小李父亲生前的车。前些年生意不景气，小李他父亲把这车抵押给银行了。是啊，小兄弟，我爸走得早，那车对我意义重大。我是小李的长辈，也实在不忍看他父亲的遗物流落在外。你看能不能行个方便，让我们把车赎回来，价钱好商量。哎呀，实话说，这个车我特别喜欢，倍儿有面子。昨天我还想着把这个车导航给换一下，改装给我爷爷钓鱼用去呢。不能换。为什么不能换？那个，我是说原厂的有念想。果然，他们知道中共台的秘密。年轻人，先别急着拒绝。我跟你父亲陈振辉也有几面之缘，也算是朋友。要不这样，我先去找你父亲聊一聊。怎么，这是要仗着辈分压人了？小伙子，你可别这么说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算看出来了，今天你们是不达目的不罢休。行吧，这车我也可以卖，免得你们出去说我不近人情。小伙子，痛快！小兄弟，你开个价，别太离谱就行。那你们听好了，一口价188万，东西我已经取出来了，车再卖给他们，我再赚他们一笔，看我瞒天过海，替爷爷报仇。嘿嘿。188万，小兄弟，昨天你拍下才88万，这胃口未免太大了。千金难买心头好，既然这车对李兄意义这么重大，多花点钱全当尽孝了，对吧？你这是敲竹杠！要买就买，不买滚蛋！好，188万，我出了。痛快。不过嘛，咱们得按规矩来。这88万是买车的钱，剩下的100万算两位在我这小店消费的。这些玉器打包100万，便宜你们了。100万卖你这些破玉，不要节外生枝。行，就按你的规矩，100万买玉，88万买车。多谢惠顾，车就在门外，慢走不送。清了一堆滞销库存，又能多赚100万，这钱赚的比捡漏还爽。怎么什么都没有？再找找。妈的，我们被那孙子坑了！难道他也发现了？那小子早就把东西拿走了，现在这车就是个空壳子。喂，爷爷。小严，齐老八那边怎么样了？搞定了，他们这会儿估计正抱着那台空壳车哭呢。干得漂亮！这口恶气爷爷憋了10几年，今天总算出了，我给他再加把火去。十有8、9是陈君山那个老东西指点的，不然一个20郎当岁的小年轻怎么会察觉到？老八呀，听说你今天挺关照我孙子的生意，我替我大孙子感谢你8辈子祖宗。这钱都是我出的，什么狗皮高手专家，到头来竟然反倒被个小杂碎给坑了。陈岩，陈君山，这笔账没完。
奇怪，怎么拿着这钱币有一股凉意？是错觉吗？这面也是。这是随身空间，太好了！以后再贵重的古玩带在身上也绝对安全。喂，陈岩，下周有空没有？咱们毕业5周年，同学们一起聚聚啊！好啊，时间飞逝，转眼就毕业5年了。可不是哦。对了，有家属的话可以带上啊。行，到时见。志威，你在哪儿？我去接你，我请你吃大餐。你不是说请我吃大餐吗？你这怎么吃起我来了？子曰：秀色可餐。讨厌。对了，下周我们同学聚会，说让带家属，你一起过来吗？好啊，那我必须想想穿什么衣服去，不能给老公丢人。这么多，老公没必要那么破费。那可不行，人靠衣装，佛靠金装。我努力挣钱，必须让老婆开心。老公，昨晚这件衣服还合身吗？合身是合身，就是这衣服自带攻速加成，暴击太高，我这身板实在顶不住。没事儿，多练练就好啦。我得去上班啦，下周同学聚会见，我肯定给你长脸。去吧，路上慢点儿。喂，爷爷。小严，赵四海他听说你手里的那一批极品古琴币后，急着向公论求购，你看怎么样？赵叔要买，行，我这就过去。小陈，东西呢？快拿出来让我开开眼。铜臼入骨，前闻精神，开门见山的珍品。连这种传说中的北宋靖康通宝都有，想不到齐老八忙活半天，反倒给你做了嫁衣裳。侥幸，侥幸。你放心，齐老八那边要是有什么后续的动作，我肯定第一时间知会你。那我就谢谢赵叔了。咱们在商言商，你这3孔布、铜制弓钱和咸丰雕母、靖康金钱总价大概是3420万。赵叔是行家。至于这本笔记，其文献价值和为这批钱币的附加价值，我个人再出180万，总价3600万人民币，意下如何？没问题，赵叔，就按您说的，3600万。好，我就喜欢和爽快的人做生意。加上之前的钱，不知不觉我已经赚了7000多万了。透视眼加随身空间，简直是无敌印钞机。赵叔痛快，和您做生意就是舒坦。哪里哪里，小陈，你以后再有这种好东西，千万先想着你赵叔我。一定。对了，赵叔，您是钱币收藏泰斗，不知道有没有荣幸参观一下您的藏品，长长见识。哈哈，泰斗不敢当，不过好东西确实存了些。正好陈老也在，择日不如撞日，现在就去我那儿坐坐。走走走！这简直是私人博物馆啊！这可是我大半辈子的心血。谢谢赵叔指点，晚辈受益匪浅。不敢当，相互交流。赵老师，打扰了。哎呦，心妍来了，快坐快坐。赵老师今天有客人。这位是盛世集团总裁周小姐。周总好。这位是陈老，这是他的孙子陈岩，都是业内行家。赵老师，我最近收到几枚钱币和一件旧物，想请您帮忙长长眼。正好2位高手也在，一起参详参详。秀色入骨，开门见山的秦代半两钱。楚国世金4铢铜钱牌，难得的战国实物，珍品。这个是明代晋商用过的钱盒，请赵老师一并看看。的确是明代中晚期晋地的做工，但可惜了。
赵叔，怎么讲？这盒子如果完好，价值不菲，但目前看应该是早年保存不善，被后人修补过，现在市价也就5、6千。这是满清8大皇上之首范永斗。如果为真，那这枚满文钱币极有可能是后金时期铸造的，从未现世的丝版钱币雕模，而旁边那封信就是关键证据。周小姐，你这钱币都是好东西，至于这个钱盒，做个摆设还行，收藏意义不大。谢谢赵老师。周女士，打扰一下。陈先生有何见教？这盒子虽破，但毕竟是明代晋商的老物件，不知道周女士能否割爱，把钱盒卖给我研究学习一番。一个修补过的旧盒子而已，陈先生既然喜欢，拿去便是。价格，赵老师刚才说了市价几千，你看着给就行。谢谢周小姐成全。赵叔估价几千，那我就取个吉利数字，8800，算感谢您的心意。可以。几位老师，我还有事儿，先告辞了。小陈啊，你这学习劲头可以，买个标本回去研究也挺好。是赵叔，就当交个学费练练手。透视眼看到的夹层就在雕花面板下面，避开关键支撑点。材质是精炼黄铜，字口深俊，笔画刚劲有力，这绝对是雕母无疑。这是努尔哈赤创制的老满文，这4个字是天聪汉钱。信中写天聪年间，皇命铸新钱以正名号，范永斗秘密寻匠制作雕模，嘱咐永强谨慎处理。这恐怕是范永强在范永斗的暗示下私自多铸了一枚，藏在钱盒的夹层之中，从未上缴现世的丝版天聪汉钱雕模。搭配这封信，它的历史意义和金钱价值简直难以估量，这波赚翻了！为了避免周新瑶觉得我和赵叔合伙坑他，得搞个意外发现的视频留作证据。老公，我今天要加会儿班，同学聚会你先去，我随后就到。行，老婆你别太累，晚上见。陈岩，听说你还在守着你们家那个破古玩店，这年头可不是30年前的潘家园了，能挣几个钱？混口饭吃而已。各位同学，宣布个事儿，国庆我要结婚了，婚宴定在当地顶级豪华酒店，大家务必赏光。凯宾斯基，那可是5星级，浩哥深藏不露啊！你们还不知道吧？浩哥家里可是本市最大的轮胎企业，妥妥的富二代。听之，你这抬举我了，家里做小生意的而已。老公，抱歉我来晚了。志威，公众场合注意音响。陈岩，这是你女朋友？对，志威，我女朋友。来，大家接着吃饭。陈岩不声不响的，女朋友可真漂亮。哼，谁知道这小子是不是把古玩那套坑蒙拐骗用出来了，勾搭到手的。王先生，请上车。哇，保时捷卡宴，浩哥太牛了！嗨，代步工具而已，也就100多万。陈先生，请上车。严哥，留步。浩哥，怎么了？严哥，我想在结婚的聘礼里加件寓意好点的古玩撑场面，预算大概50万左右。你这古玩大佬，能不能帮兄弟留意一下？行，这事包我身上。晚点我找老爷子问问，有消息通知你。太感谢了，严哥，改天单独请你喝酒。客气了，回见。再努力几年，我也想把这卡宴换成法拉利啊。小严，聚会结束了。刚结束。爷爷，我一个同学国庆结婚，想求个50万左右，寓意吉祥的古玩当聘礼，你有推荐吗？博古斋的老张手里有一对清代和田玉雕的合眼胚，寓意百年好合，正适合婚礼。价格呢？他之前开价62万。你可以带你同学去看看，我出面还能压价。行，那我明天跟他说。对了，爷爷，还有个更劲爆的消息。今天在赵叔家，我花8800买的那个晋商旧木盒是个大漏。哦，一个破盒子能有什么漏啊？盒盖底下有个暗层，里面藏着一枚私铸的天聪含钱金黄铜雕母，还有8大皇商之首范永斗的亲笔信佐证。什么？
天聪汉钱雕母还是范永斗私铸的，这可是填补清代前卫时库白的绝世孤品呐！对，这东西太扎眼。为了避免赵叔和周小姐心里不痛快，我特意用手机重新录了个拆盒子的视频，伪装成意外发现。好小子，做事滴水不漏，这事儿处理得稳妥。我打算把这枚雕母卖给赵叔，他最爱收集极品钱皮，肯定出得起价。好，明天我约老赵一起去博古斋，咱们一石二鸟，把何进碑和雕母的事一块儿办了。严哥、陈爷爷、张老板好。这清中期青白玉英雄何进碑，英雄相拥，寓意夫妻同心，吉祥圆满。这杯子真漂亮，玉质温润，雕工精湛，下部仿战国漆器云纹，做聘礼很压得住阵。长得帅还懂行，难怪耗子这么推崇他。哈哈哈哈！小陈眼光真毒，既然是小陈的朋友，我给个面子，凑个整数，60万。多谢张老板，多谢严哥，我马上转账。小陈，你爷爷电话里说的是真的吗？天聪含钱雕母，还有范永斗的亲笔信。天聪含钱雕母。赵叔，您先看这个。我收上周小姐的钱盒后，又去淘来几个范氏族徽的晋商钱盒，没想到意外在榫卯结构的夹层中发现了雕母。快，东西呢？老满文天祖通宝，这姓质这铜质绝对是正版雕母，保存如此完好，前所未有啊！这封信便是这个雕母来历的铁证。小陈，了不起啊！你这又是捅破天的大漏。陈岩年纪轻轻，能力很强啊。单论这枚雕母本身的稀缺性和艺术价值，就已堪称国宝。更遑论还有这封范永斗的亲笔信，其价值更是无法衡量。那赵叔，依您看，这封信和这雕母若是出手的话，应当值多少？1000万？不可能，这远远不止，至少5000万往上。不，如果这对藏品上拍的话，拍卖底价至少1亿。1个亿！赵叔，不知道您对它有没有兴趣？要是感兴趣，咱们直接谈，也省得我再去找别人折腾了。这东西送上大型拍卖会，价格肯定比我给的高。你就这么放心直接卖给我，不怕我压价？您和我爷爷是多年交情，您的人品和眼力，我绝对信得过。再说了，这东西到了您手里，才能真正发挥它的价值。小陈，既然你信得过我，我也不来虚的。这枚雕母加上范永斗的亲笔信，我最多出到1亿3千万。好，赵叔，1亿3千万成交。哈哈哈哈！爽快！1亿3千万，我这是见证历史了。陈先生，留个微信吧，以后多向陈专家请教。客气。陈先生，下次我请你吃饭，一定要赏光哦。耗子这小姨不对劲啊，不过好香。小姨，你刚才是不是做的太过了？他可是我同学。耗子，你以为我愿意这样？怎么了？我这2天被你外公外婆逼婚逼得快疯了，非要把我介绍给一个大我10岁的油泥土老板，就为了换彩礼救家里的生意。陈岩年轻有为，财力和人脉深不可测，还长得那么帅，现在只有他才是我的救命稻草，我必须抓住他。陈岩，我带了个东西，能帮我看看吗？没问题，苏小姐。这是个24柱的鲁班锁，我找过很多专家，都说内部结构是死锁，根本打不开。晚清民国的老物件，木料普通，打不开的话，就是个益智玩具。唐卡，看这质地和色彩，绝非凡品，至少是明清时期的。苏小姐，这东西结构确实精巧，但并没什么收藏价值。看在耗子的面子上，12000我收了，就当买个有趣的玩意儿，怎么样？行啊，12000成交。不过你得答应晚上跟我一起吃个饭，怎么样？能跟大美女吃饭，当然没问题。那我先去逛逛找餐厅，5点半来接你。又捡漏了。
保存的太完美了，这颜料，这画工，绝对是清代宫廷御制。满文中正殿念经处督造，康熙58年。体原主人，这是康熙皇帝的贤章。爷爷，我刚发您的视频看了吗？我从苏晴手中刚收的鲁班锁里拆出来的。小严，这唐卡不是凡物，从风格、皮迹，还有那体原主人的印来看，绝对是康熙皇帝御制重宝啊！小严，你这幅唐卡兼具艺术、宗教与历史价值，估值至少数千万元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爷爷，这绿度母寓意祈福消灾，我现在手上现金充足，也不差这几千万，我想留着自己镇宅收藏。好，不骄不躁，能守得住宝，爷爷支持你。我的随身空间大小有限，接下来身边重宝越来越多，是得考虑换套安保更好、隐秘性更强的房子了。帅弟弟，晚上私房菜馆见哦，位置发你了。这女人到底想干什么？陈岩，你这么有本事，身边缺不缺个贴心的人照顾你？苏小姐，你喝多了，我已经有女朋友了，而且我很在乎她。是啊，你这么优秀，怎么会看上我这个比你大5岁的老女人？苏小姐对我，恐怕并非因为好感吧，毕竟咱们才见过2面。只为了挽救家里的破生意，我爸妈就要把我卖给土老板换彩礼。只有借你的事做靠山，我才能摆脱他们。苏小姐，你先擦擦眼泪吧。你的麻烦，我可以动用我的人脉和资源帮你摆平，但我不希望这成为一场交易，我也不会背叛我的女朋友。他竟然愿意无条件帮我，在这个圈子里，居然还有这样的人。陈岩，谢谢你。既然你不要我报答，那只有今晚，起码让我感谢你。那只有今晚，起码让我感谢你。抱歉，我女朋友电话。老公，我下班啦，晚上老地方见哦。好，我马上到。苏小姐，你的事我会放在心上，时间不早，我先走了。送上门的肉都不吃，真帅。老公，我们现在都是正式恋人了，以后别总来酒店开房了，多浪费钱呀。怎么，要替我省钱？对啊，下次去我家吧，我给你做饭吃。我老婆真会过日子，不过省下来的钱得用身体补上。哎，你还来？一会儿还要上班去呢。放心，我车开得快。老公，我去上班了，你路上小心。好。苏经理，帮我留意一下江宁核心区的高端房源，我要买一套自住。好的，陈先生，您有什么具体要求吗？独栋别墅，安保一定要顶级，私密性强，最好能拎包入住，钱不是问题。明白，我马上为您筛选，有合适的房源第一时间发给您。辛苦。这画工，这用料，绝了！爷爷，这幅唐卡我想留着镇宅，您看怎么装裱保存比较好？我找南派最好的装裱大师，用金丝楠木做个横纹横狮的画框，这以后就是咱们陈家的镇宅之宝。那就麻烦爷爷了。对了，小严，正好你今天来了，下周江宁古玩圈在愚园有个内部的收藏交流会，能去的都是圈里有头有脸的人物。你最近连检大漏，名声已经传出去了，这次我带你去，正式在圈里露个脸。好，正好我也想见识见识江宁的藏家们都有什么好东西。哈哈哈，各位，这就是连检祝枝山真迹和天聪雕母的陈岩小兄弟，原来就是他，真是后生可畏啊！
唐卡。好东西，年轻人得了这等重宝，还能沉住气留着镇宅，难得。白爷过奖了。对了，老陈、老张，最近我收到确切消息，12兽的机手要香港上拍，真要出了。白爷需要帮什么忙，尽管开口。我正在四处筹措资金，这次就算是倾家荡产，我也要把国宝带回家。我现在身家过亿，是不是也该为国家做点什么？我们走吧，拍卖该开始了。下一件拍品，清代冯斑田黄石丝印，此印有一道修补裂纹，经 X 光探测，内部存在一个不明立方体空箱，起拍价86万。有裂纹就算了，里面还塞个不明物体，80%是修补用的销线。是啊，花大价钱买个残印不值。还真是个玉蝎子。等等，这青玉里面，南唐，这是抗倭名将戚继光的号。残印里竟然藏着他贴身使用的扳指，90万。这扳指如果真是戚继光用过的东西，至少价值几千万，必须拿下。122万，122万，一次、2次、3次，成交！恭喜这位先生。花100多万买个带裂纹的修补印，里面塞个破销衫，真是有钱烧的。怎么，小严？你是想看看印章里面藏的什么东西？这好办啊，去我那里有家伙事儿，可以无伤把这印章打开。我也很好奇啊，这次小兄弟会不会又捡漏？看来就是个普通的玉靴子，虽然玉质不错，但不算稀奇。这块田黄石算是垮了，要只是开出块玉，可划不来。张爷，让我上手看看吧。里面竟然还有东西，是个扳指。诸位请看，这内密刻的是南唐2字。南唐，那是戚继光的号。玉质上乘，磨损是常年实战所致。这阴刻风格古朴有力，极有可能是戚继光将军雕刻的贴身扳指，抗倭名将的实战扳指。小陈，你这运气简直逆天了。这戚继光的扳指，历史价值和收藏价值已经远超着玉器本身。若是上拍，遇到重视历史背景的藏家，至少价值几千万啊！小陈，你这漏捡得我都有点眼热了。这不仅仅是钱，更是民族气节。戚将军保家卫国，这扳指上说不定还沾过倭寇的血。小严，打算怎么处理这枚扳指？白爷，放心，这枚扳指我不卖了。不卖了，这可是天价呀！这东西承载的历史比数字更有分量，我决定自己珍藏。好，能守住本心，没给陈家丢脸。民国老洋房，这倒是有意思。苏经理，梧桐院7号，麻烦帮我约房东看房吧。这房子是我祖父留下的，若不是要负奥养老，实在舍不得卖。高老，这房子保养得很好，可以直接去阁楼看看吗？当然，阁楼是以前的书房，这边请。书都搬空了，就剩这些老书架带不走。墙里有东西。不是吧？这难道是徐悲鸿的《奔马图》真迹？高老，这房子我很喜欢，无论是位置、格局，还是您保养的心意。陈先生是个痛快人，连同这些老家具，你要是能全款，4000万。好，4000万全款，成交。陈先生，这就定了。千金难买心头好，苏经理，麻烦帮我去办过户手续吧。果然是徐悲鸿的真迹，光是这幅画就值大几千万，加上这些银元，还有这手稿和笔记，这波捡漏血赚。齐老八和李斌这俩人怎么会在这里？徐悲鸿的3骏图，他们竟然在造假。
喂，爷爷，我在买房子的时候，竟然意外发现齐老八和李斌两人就在我隔壁房子里造假三骏图。此事非同小可，你先不要打草惊蛇，我会提交线索给上头。好的，爷爷。还有一事，我刚才发现我购买的老宅中，好像就遗留有这三骏图的真迹。什么？爷爷，这是我在买房子的阁楼暗壳里偶然发现的，您给长长眼。精神饱满，比例雄健，这是胡小石先生遗墨，还有李慕白记录的三骏图赏析笔记。有笔记佐证，看来这三骏图的确是真迹。有了这幅真迹做对比，警方就能坐实齐老八伪造国宝的重罪。小严啊，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些东西？爷爷，这画能值多少？现在的拍卖行情最少值6000万。至于胡先生的手稿，是民国时期的文学太道，经济价值虽然没有三骏图高，但文学和史料价值很大。爷爷，这笔记我考虑留下，和三骏图一起收藏。至于胡先生的手稿，您觉得如何处理合适？我建议你捐给江宁大学文学院，既能妥善保存，也能为你结下一份善缘。这其中的意义远非金钱能衡量。好，爷爷，我听您的。好，我这就联系文学院的卢院长陈老、陈岩小友，太感谢你们了！快请坐，快请坐。胡小史先生是我们文学院的奠基人，是我们学术传承的重要源头之一。卢院长客气了，这些东西回到他们该在的地方也是传承。我们学院一直想系统整理胡先生的学术遗产，这批手稿简直是雪中送炭，价值无可估量。卢院长，打扰了，局里有个急案需要您帮忙。朱科长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我们正在侦办一起特大艺术品伪造诈骗案，嫌疑人制造了一批高仿的徐悲鸿骏马图，想请卢院长引荐几位专家把把关。难道是齐老八的案子？卢院长，这案子相当棘手，我们对艺术品鉴定这方面是外行，仿作急需您这样的老前辈帮忙长眼。朱科长，若说鉴定字画，这位陈老才是行家，他可是江宁府古玩行的老前辈，眼力人品都是1等1的。原来是陈老先生，失敬。若是以前徐悲鸿的作品高仿难辨，我心里也没底。但巧的是，我孙子小严手里恰好有一幅开门见山的真迹，那幅三骏图是跟胡小石先生手稿一起收来的，还有其弟子李慕白亲笔写的赏析笔记，用来做鉴定画作的标准器，再合适不过。太好了，那不知二位是否方便以顾问身份帮我们初步鉴定涉案画作？放心，我们会按规矩支付顾问费。行，什么时候过去？那明天上午我们派车去接您二位。看来齐老八那帮人动作不小啊！这事儿既然咱们碰上了，又有这个能力，于公于私都得帮这个忙，早点把齐老八那帮人送进去。爷爷，我明白，现在有主动出击的机会，而且还有官方支持，咱们可不能浪费这个机会。陈老、陈先生，这3幅画单幅金额都在1000万以上，麻烦2位鉴别一番。这就是徐公真迹，虽然我是外行，但是这精气神十足。徐公画马，贵在传神。你们再看这3幅作品，形似而神不似，线条绵软，颜色发闷，就是几幅不开门的赝品。陈先生，既然确定是赝品，你们能不能看出这造假的手法出自谁？朱科长，这造假之人是谁，我不敢断言，但我有个直接线索。什么线索？我前几天在梧桐院买了一套老洋房，无意中看到隔壁院子里有人正在临摹做旧徐悲鸿的画。你确定看清是谁了吗？看清了，是古玩圈里的齐老八，还有一个叫李斌的年轻人。好个齐老八，他之前就因为诈骗罪入狱，如今刚出来不久，竟然还敢故技重施！立刻申请搜查令，调集人手去梧桐院排查。是。小严，这次的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。爷爷，这话怎么说？齐老八以前设局，顶多是骗个几十上百万，小打小闹。但这次他居然敢碰1000万级别的国宝高仿，这手笔太大了。您的意思是背后还有主谋？没错，我怀疑他背后一定有更大的买家，甚至有一条完整的销赃渠道。他不过是个马前卒。您说的对，这种级别的造假销赃，没个大金主在后面兜底，他不敢干。是朱科长的电话。陈先生，好消息，我们
突击了梧桐院那栋洋房，齐老八和李斌在造假现场被抓，人赃并获。这么快，太好了！朱科长，辛苦你们了。多亏了你的线索，案子还在突击审讯，有新进展我再联系你们。爷爷，齐老八这回算是彻底栽了。陈老、陈先生，因为2位的鼎力相助，现场查抄非常顺利。哪里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这帮家伙简直把那里搞成了一个地下造假工厂，这回把他们连窝端，还牵出了一条可能存在的走私链条。这是局里给您2位的表彰锦旗，还有一笔特批的顾问费，这次多亏了2位。朱科长，现金酬劳和表彰就算了，后续需要我们配合的，随时联系我们。我们只希望真正的古玩圈能少一些这种害人的局。陈先生高义，我们会记着2位的贡献。这次可真是大快人心啊！是啊，这下不必担忧齐老八他们背后使绊子了。喂，好，我和他说。小严，刚才老赵打来电话，上次咱们在他家见过的周新言，你还有印象吗？周总，对，他想求购你手里的3骏图，态度非常诚恳。至于价格方面，让你随便开，他绝不还价。能让赵叔给亲自牵线，还绝不还价，听起来周总不是什么普通人物啊。这周家在江宁市的背景很深，在整个江省都是有影响力的家族。周新言更是周家年轻一代中的翘楚。原来如此，我说那日见周总气质出众，不似寻常生意人。这幅画若是卖出去了，换来的不只是钱，而是一份善缘啊！我懂了，爷爷。正好我搬新家，今晚就请他们来梧桐院老洋房看画。小陈啊，你这地方选的真不错，闹中取静，底蕴深厚，可比我们这些老家伙懂享受。陈先生，恭喜乔迁新居，一点心意，不成敬意。感谢周总，明中期的7金佛像精品。周总，这太贵重了，少说市价也要10万元以上。陈先生喜欢便收下吧，比起陈先生即将割爱的重宝，这不算什么。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来，周总请看。精气神完足，加上这画有李慕白笔记加持，传承清晰，我确定是开门见山的真迹。陈先生，这幅3骏图我真心想请回去珍藏，之前请赵老师转达的话不变，价格方面您开价即可。赵叔，周小姐对这画情有独钟，我也愿意成人之美，按市价出售即可。您是行家，给说个数。周小姐，小陈，既然双方都有诚意，我看市场价6800万比较公允。6800万，我要了。周总爽快，那便按赵叔说的办。那既然事情已经办妥，咱们一起去吃饭。正好今天白夜也要过来，咱们一起聚聚。好，走。陈岩，这杯酒我必须敬你。同敬周总。实不相瞒，之前有人暗中做局，准备拿一幅高仿的3骏图骗我入套，涉及资金数亿。若不是你及时提供线索，端了齐老八的造假团伙，我这次恐怕损失惨重。这不只是买画，你救我一次，周家记下你这个人情。周总言重了，恰逢其会而已。有了周家这个人情，我算是真正踏进江宁顶级政商收藏圈了。这个老白怎么回事？老陈，你不是说他今天也要过来吗？老白，你这是又被什么事情耽误了？香港那边的线人传回确切消息了，12兽首里的鸡首，下个月会正式上拍。香港拍卖圈里现在鸡首的风声极乱，传闻的那张图录上疑点不少，可内部消息又说这鸡首来路极深。白爷，资金筹划的如何？目前筹集了3亿，但我感觉还不够，而且相比资金，我更怕的是这次看走了眼啊！不错，到了12兽首这等量级别的国宝，不能以常理度之啊。小陈，你眼力通神，若日后有机会，能不能帮我长长眼？白爷放心，若真是国宝，我绝不会袖手旁观。哈哈哈，好啊，老陈，虽然你这孙子年纪轻轻，却是眼毒得很，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。陈岩，
明天上午我朋友的私人会所有个小型拍卖会，参与的都是圈内顶尖藏家，有兴趣来玩玩吗？周总相邀，荣幸之至。不知道这次能不能再捡个漏呢？下一件，明代风格铜炉，形制仿宣德炉，包浆圆润，工艺精湛，经鉴定认定为民国时期仿品，起拍价15万，每次加价不低于1万。16万，17万。原来如此。崇祯新义中秋青来监造，青来是明末著名铸铜工匠吴邦佐的号。我记得10年前有一盏同款炉子拍出了1500万。19万，19万一次，19万2次，还有没有更高的？19万买个民国仿品，这小子是不是新人啊？谁知道呢？看样子年纪轻轻，也许家里钱多烧的吧。19万第3次成交，恭喜陈先生！几千万的漏轻松到手，这透视眼还真是无往不利的神器。陈先生，稍等。周总，请讲。下周我要去云南腾冲参加翡翠赌石竞标会，不知陈先生对赌石有没有兴趣？如果有空，我想请你一起去看看，就当散散心。透视眼去赌石市场，那才是一刀穷一刀富的刺激领域。赌石我一直很感兴趣，只是一直没机会接触，正愁没引路人呢。周总相邀，乐意之至。太好了，那一言为定，我到时派车接你，我们一起飞腾冲。好。卢院长，打扰了，我刚收到一件民国仿宣德铜炉，怀疑表面可能有镀铜伪装层，能不能麻烦您帮我引荐一下学校里这方面的专家？这个好说，你方便的时候过来学校一趟，我帮你找个人。好，我马上出发，谢谢卢院长。你的直觉很敏锐，这表面确实是一层厚做的电镀铜，而且伪装得很巧妙。那李教授，有没有办法无伤的把这层镀铜剥离？这要是放在外面的古玩修复室，恐怕没人敢接，但在我这实验室里，不是个难事。整个江省估计也就李教授这样享受特殊津贴的院士，这儿有着设备和技术了。太好了！不过这种级别的精密修复费用大概是多少？我好准备一下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什么费用不费用的？你捐给文学院的胡小石手稿，那可是无价之宝，整个江大都承你一个大人情。那怎么行？用上这么多尖端设备，还有您这种大牛亲自操刀，我过意不去。你真要给，就给3万块钱的药水工本费和设备折旧费就行了。3万？这怎么好意思？小严，你就别推辞了，老李这是把你当自己人了。那晚辈恭敬不如从命，多谢卢院长，多谢李教授。行了，东西留下，慢工出细活，3天后给你一个原汁原味的明末珍品。好，辛苦李教授。当初听爷爷的话结下了善缘，这种顶级学府的人脉和资源，花多少钱都买不来啊。陈岩，好巧啊！苏晴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来学校办点事儿，没想到能碰到你。都这个点了，一起吃个晚饭。行啊，正好饿了。时间不早了，我送你回去。陈岩，我家里逼婚逼得越来越紧了，那个土老板天天上门，我快撑不住了。所以，你需要我怎么帮？陈岩，你就这么帮我？哎，第一段感情结束喽。怎么，不需要我帮你了？帮忙的人可不能那么辛苦，让我来。严哥，那啥，我小姨苏晴，她是不是跟你在一起了？对啊，她现在是我女人，怎么了？没怎么，就是确认一下，打扰了严哥。有了你做后盾，这下爸妈他们答应的那个土老帽，可得自己打发回去了。这就够了吗？我没有显赫的家世，又比你大5岁，不敢奢望什么名分，这样就够了。平时我不主动联系你，但只要你想了，随叫随到。
陈岩小友，李教授已经将那件铜炉表面的镀层完美分离了，确实是明末崇祯年间的珍品。太好了，辛苦卢院长和李教授。还有件事儿，我有个老朋友是春源拍卖行的首席鉴定师，他们最近在筹备魔都的一场顶级拍卖会。春源，我听说过，口碑和渠道都是国内最顶尖的。是的，他们现在正缺一件够分量的压轴拍品，不知道你这件铜炉有没有兴趣上拍？我可以帮忙牵线。那就有劳卢院长引荐了。陈岩，这位是春源拍卖行的首席鉴定师戚明德戚老师。戚老师，久仰。陈先生年轻有为，久闻大名。老卢说你手上有重器，我可是迫不及待了。这画工，这题记，康熙御制唐卡。陈先生，尺幅这么大，品相如此完好的康熙御制唐卡，我生平仅见。这要是上拍，绝对能拍出天价。戚老师过奖了，这幅唐卡寓意吉祥，我打算留着镇宅，暂时不考虑出手。可惜了，不过尊重藏家意愿是行规。陈先生，这枚玉扳指，莫非就是圈里传闻从田黄石里开出来的那枚戚继光将军的遗物？没错，就是那枚。戚老师可以上手看看。先祖遗物，老祖找了一辈子，终于见到了。先祖，陈岩，老戚是戚继光将军的直系后人。抗战年代，戚家秉承背我祖训，满门忠烈，牺牲了将近30人。陈先生，老朽有个不情之请，这枚扳指对戚家意义非凡，不知您可否愿意割爱，让老朽将先祖遗物请回戚家？戚老师，既然是戚将军后人，又是为了传承家族精神，这扳指您直接带回去，算是我对戚家满门忠烈的一点敬意。陈先生的好意，戚家心领，但我戚家祖训，为人刚直，不取不义之财。我明白了，那您便说个数就是。这枚扳指在业内已被公认为孤品，来历传奇，价值连城，我便按业内最高估价4800万。好，就依戚老师所言，能物归原主，是这枚扳指最好的归宿。陈先生，多谢成全，戚家承您这个天大的人情。戚老师言重了。陈先生，先祖之事已了，接下来就让我好好见识一下你这件崇祯督造的仿宣德炉吧。这件崇祯新四卿来监造仿宣德炉，工艺绝顶，带有明确纪年和名匠款式，传承更是极具传奇色彩，可作为拍卖压轴之重器。戚老师，您预估这铜炉价值几何？我预估这件铜炉成交价至少8000万，若是运作得当，破亿也并非不可能。那就全权委托给春源和戚老师了。一枚扳指换来4800万和戚家的人情，这波血赚。陈岩，我司机稍后就到，接你去机场。你准备一下，咱们出发。好。接下来该去赌石了。陈先生很准时嘛，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孟怀山孟老，我们盛世集团新聘的首席赌石顾问，在赌石行业经营40余年，是这次赌石之行的定海神针。孟老久仰大名。陈先生年轻有为。这位是孟老的儿子孟星河，我们公司的首席珠宝设计师，他对翡翠原石颇有研究，这次是来学习历练的。陈先生幸会。陈岩在古玩鉴定上可是连老专家都叹为观止的天才。这孟星河
怎么好像对我有很大敌意？说起来我就气，你搞到那个崇祯仿宣德炉，怎么也不先跟我说一声，怕我亏待你啊？当时我也没十足把握，就赌一把。陈先生真是好手段，不过说到底终究是一件仿品，能值几个钱？孟经理，古玩看的是历史和艺术价值，这件崇祯仿宣德精品，春源拍卖行给出的起拍价在8000万以上，难道人家不比你更专业？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们登记吧。这块磨完机的料子，皮壳表现不错。周总，我去那边随便转转。好，别跑远了。外表光鲜，里面全是废料。赌石这行果然水深。这是冰种擎天底，虽然体积小，但只要取几个界面或者小挂件，价值轻松翻10几倍。老板，这块后江的3万5我要了，成交。这块45万，刷卡。这块我要了，13块原石，花了300多万，每一块都稳赚不赔。这跟买白菜有什么区别？陈岩，你买了这么多，这行水太深，你一个新手可别上头啊。周总，别替陈先生担心了，300多万而已，对他来说9牛1毛，全亏了就当玩个开心嘛。孟先生就这么确定，我买的料子都不行？这块后江皮黑无光，还有这块帕杆黑乌纱，猎吃色懂不懂？我劝你啊，45万扔水里还能听个响，扔石头上可不值得。这小子纯的冤大头啊！花几百万买一堆废料，家里有矿也经不起这么造。选石毫无章法，挑的全是废料，这小子果然是个外行。陈先生，跑到赌石场凭感觉瞎买，这不是魄力，是愚蠢。孟先生既然这么有信心，光动嘴皮子多没意思。要不咱俩赌一赌？赌什么？就赌我这批料子。我们现场解石，如果解出来的总价值超过成本的3倍，算我赢；没超过，算你赢。哈哈哈哈！好，陈先生快人快语，这赌局我接了，就是不知道你想赌多少。陈岩，你疯了！孟老眼力极准，你这不是白白送钱吗？心妍姐，人争一口气，佛受一炷香。有些人把脸凑上来，不打我都不好意思。玩小了没意思。正好我最近赚了8000万，咱们的赌注就直接8000万吧。8000万！这批料子绝无大涨可能，富贵险中求。这8000万不拿白不拿。好，那赌约既然成立，叫组织者过来，我们签对赌协议吧。这江宁来的愣头青，听说在古玩上有点名气，但是赌石上还是个新手，怕是嫌自己钱多。孟怀山是个老狐狸，他儿子眼毒得很，这次这小子怕是凶多吉少。请两位选择一下解石的顺序和方式吧。师傅，先开这块最不起眼的，我倒要看着这些料子怎么帮陈先生赢下这8000万。随便，就从那块开始吧。师傅，麻烦擦个窗。出绿了，是大涨的清水底。这水头，这底子绝对是高冰清水，就这么个窗口，价值起码30万以上了。继续，这块直接切一刀。这是冰飘兰花，又是大涨。易纳至尊，名不虚传，这飘花太火了。这块2万块的公斤料，现在起码值70-80万。怎么可能？这皮松肉粗大概率是块砖头料，
怎么会出冰蓝飘花？继续。这块裂这么多，绝对是垮货，色再好也被裂吃光了。师傅，顺着大铝旁边切。高比阳绿，大涨啊！裂纹竟然在皮壳1公分处断了，这运气逆天了！暴涨，绝对暴涨！这块料子7、800万都打不住啊！孟老，这几块料子市价至少在600万以上，已经涨了3倍不止，剩下的还要解吗？不必了，陈先生眼力通神，老夫输得心服口服。周心言，是你和这小子串通好了设局坑我，什么新手全是骗人的。孟星河，放肆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为了这点钱，也配让我周心言设局？够了，还嫌不够丢人现眼吗？周总，是我教子无方，陈先生眼力通天，有这样的高人相助，周总也不需要我这样老眼昏花之人出谋划策了。我们父子就此告辞。师傅，剩下的料子麻烦都解了吧。13连涨，100%的独涨率，场场爆满，无一废料。300万变3000多万，这逆天的运气，简直是赌石史上的奇迹。这人到底是什么来路？眼力也太毒了。光眼力毒还不够，还得有大气运。我从业20年，今天是彻底服了。唉，陈岩，你到底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道的？心妍姐，你可别因此爱上我啊。那倒不至于，不过我对你是越来越感兴趣了。陈岩，有没有兴趣合伙搞个商贸公司？以后我们公司乃至我个人需要的顶级原石料子，都由你来提供，如何？正好我家老头子名下有个现成的公司，加个经营范围就行。今天借心妍姐的好运大赚一笔，一起去逛逛腾冲的古玩市场。好啊，我正有此意。哟，这不是周大小姐吗？这么巧啊，李曼，好久不见。怎么周大小姐现在换口味了？以前不是总嘲讽老娘喜欢找小奶狗吗？现在身边这位质量不错嘛。李曼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，别拿你身边那种中看不中用的废物点心跟陈岩比。帅哥，周心妍1个月给你多少钱？别跟他了，跟我吧，1个月100万，够不够？李曼，收起你那些龌龊心思，你还没那个本钱包他。周心妍，你要说我长得不如你，我认了，但你要说我连个小奶狗都包不起，那就太侮辱人了。不够。200万1个月，这总行了吧？抱歉啊，还是不够。你他妈是钻石做的，200万1个月还不够？李曼，你就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。他上周古玩和赌石少说赚了1个亿，你拿着100-200万搁这儿闹着玩呢。1个亿！哎呦喂，你看我这双眼睛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，没想到陈先生是位过江猛龙。不敢，运气而已。陈先生，你跟着周心妍这老女人图啥呢？我家有个刚上大地的妹妹，水嫩得很，我给您介绍介绍。李曼，你是属狗的吧？陈先生这样1周能赚1个亿的人，那能是我招惹的人吗？巴结还来不及呢。你知道就好，别给我招惹她。这女人还真是个活宝。这女人背后竟然吃得这么好，哼！这盒子看起来有些年头，但这上面的符号像是祭祀用的，不太吉利吧？没事，看着挺特别的。受金体，难道是宋徽宗册封大理国王段正言的金书和盟约预册？历史上并无两宋与大理国确切的盟约记录，这东西的价值无可估量。老板，这盒子怎么卖？买回去当个摆设也挺有意思。老板，这盒子怎么卖？这盒子玉质一般，上面那些符文阴气森森的，感觉不太吉利，贸然买下会不会不妥？没事，看着挺特别的，只要价格合适，买回去研究研究这些符号也挺有意思的，正好找点事做。小兄弟眼光绝了，这可是我家家传的宝贝，一口价50万。你这盒子玉质普通，盒身还有裂纹，铜墙工艺也比较粗糙，不值这个价。是呀，你真是狮子大开口啊！行，你诚心要，我也给个实在价，30万，绝不再讲了。好，30万，成交。这本小册子跟它是一套的，记载玉盒的来历，只不过不是什么名人收藏。帅哥你也爽快，我一并送你了。
好的，谢谢你了。陈岩，以你的眼力，绝不可能随便买个破盒子，是不是又捡天漏了？也只是随手买下而已，就是觉得它上面的符号挺有意思的。这样啊，那正好，我也有个很有意思的东西想给你看。什么东西？我养了只布偶猫，它会后空翻。一会儿没事的话，我带你去看看呗。那要是不打扰的话，我还挺期待的。陈岩，你先等我一下，我去给你找猫。哎，第二段感情结束喽。喵，你要的布偶猫来了。哦，那这只猫它会后空翻吗？你说呢？心妍姐，你还真会啊！姐姐什么时候骗过你？说了有后空翻的猫，就一定有。那这只猫还有没有其他的技能呢？这只猫可是从小练舞蹈的，什么高难度姿势都能驾驭，就看你能不能解锁喽。这周大小姐行事风格还真是别具一格。公司有急事，我先走了，房费已经结到下午2点。心妍姐，你之前还笑话别人，这10万块劳务费，喜剧效果不也拉满了？姐姐对你很满意，这10万块是给你的打赏，下次还点你哦。这女人，平时一副高冷女总裁的样子，没想到私下里这么狂野，差点没招架住。哎呦，我的腰！好了，现在开始研究一下这个神秘的线装古籍。先祖赫德公魏阳，是为大理段氏护从，元鲁破城，攻赴此河遁走，为贼人所伤，赖何党之得脱。一个大理末代国主的近臣，生死逃亡，竟然还随身带着这么大一个玉盒，这绝不合常理。果然有夹层。朕承天命，福有四海。段氏首善，举国内附，朕甚嘉之。今赐王印，复长其名，永为宋藩。正合丁酉11月19，范为天地，悠赞神明，保和太和，万寿无疆。这是宋徽宗政和7年新捐的定命宝玉玺。如果这些玉简和铜片都是真的，那这将是对宋史、大理国史乃至西南民族关系史的一次重大补充。小妍来了，快坐。正和你梁伯伯聊起你呢，这次有公事找你。小陈，久闻大名啊，我这次来是听说你手上有一幅康熙御制的绿度母唐卡，我们国博想向你征集购买这件重器展览。征集购买，那不就是500块加一面锦旗吗？小陈，你可真幽默。网上那些段子听听就算了，我们是有专享资金的，绝对按公允的市场评估价购买。梁伯伯，不瞒您说，那幅唐卡挺喜欢的，打算留着镇宅，暂时没有转让的打算，实在不好意思啊。这样啊，理解理解。收藏嘛，讲究个缘分。不过您大老远跑一趟，我总不能让您空手而归。哦，小妍，你这是又捡漏了。我昨天刚从南云腾冲淘到这个盒子，里面开出来的2件东西，其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比那幅康熙御制唐卡要重大的多。比康熙御制唐卡意义还重大？那是什么东西？杨鹤德，实在大理国末代君主身边确有此人。不过这玉和挡刀的说法恐怕是掩饰，他拼死保护的绝对是盒内的东西。梁伯伯慧眼，您再看看这个，这是金书御册。不错，这应该是在正史中并无明确记载的北宋徽宗皇帝接受大理内附，赐予当时的大理国主段正营的金书御册。瘦金体神韵俱在，比比见利。这铜锈入骨3分，非顶尖工匠不能为，绝非作为。这玉是上好的和田青玉，
看着包浆和细微的磕碰痕，年代感十足。这是典型的宋代官书风貌，这印文与宋史于福志所载的定命宝16字完全一致，布局、篆法都符合政和年间内府印玺的特点。这套金书预册涉及宋徽宗、大理国段正言以及宋理公约，足以填补史料空白。领导，天大的发现！我在江宁府陈老这里发现了北宋与大理国的金书预册，我以40年专业生涯担保，这东西绝对是真的，来源清晰，这是能填补历史空白的国宝重器。老梁，你确定是真的？千真万确，这东西是陈老的孙子陈岩偶然发现的。领导，陈老在圈内的人脉您也知道，故宫、上博、苏博那边都有朋友。好，我马上组织顶尖专家组，明天上午赶到江宁，务必留在国博。谢谢领导，这东西意义太重大，我怕夜长梦多。放心，我这就安排。陈岩，领导非常重视，评估组明天就到，一定会给出一个合适的价格。在此之前，务请妥善保管。梁伯伯放心，只要价格合适，国博是最好的归宿。那我不多打扰，先告辞了。国博的评估组听说整体风评还算公正，流程也相对规范，但这么大一笔交易，咱们自己得先有个底。爷爷，您觉得？我的意思是，趁今晚有空，把老张、老赵他们几个信得过的老家伙叫过来，先一起长长眼。爷爷，您考虑的周到，我也正想听听张爷、赵叔他们的意见。宋徽宗的收晶体，这金丝缠果的手法是宋式无疑，玉质和包浆也没问题。关键是内容直指宋理关系，太震撼了。定命宝印鉴清晰，完全符合两宋交替特征，历史价值远非一般书画瓷器可比。老陈，你孙子这运气逆天了。老伙计们别光顾着惊叹，给估个价吧。这套金书预测填补历史空白，加上宋徽宗和段正言的名头，我看起拍价至少在3.5亿以上。国博虽然评估相对保守，但底线应该在4亿到5亿之间。如果遇到特别重视的领导，6亿也有可能。4到6亿，比我预估的还要高。有你们几个老家伙把关，我这心里就有底了。老陈，这消息要是传出去，全国的大博物馆都得连夜抢人，你们可得做好准备。通知青铜器铭文组专家连夜驱车赶往江宁，务必在天亮前抵达，抢占先机。马上组建精干团队，明天一早直奔江宁。这江南文脉的重宝，绝不能旁落。经费上限可以提高，不惜一切代价拿下金书预测。这帮家伙属狗的吗？消息传得这么快，摩博、苏博也就算了，怎么连故宫的老领导都来打探消息了？领导，竞争太激烈了，群狼环伺啊！我们国博的经费灵活性……老梁，你听好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务必拿下。评估组授权我给你开到最高，资金第一时间到位。明白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喂，欣妍姐，早啊。陈岩，你实话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搞到了宋徽宗赐给大理国的金书预测？你不是属猫的吗？怎么消息也这么灵通？现在整个华东地区都传疯了，各大博物馆的专家已经连夜杀到江宁了。你这运气简直是祖师爷按着脖子喂饭啊！到底是不是真的？是真的。天哪，这么好的东西，你让我也开开眼呗，我这就过去。陈爷爷早，李奶奶早。听说陈岩得了件宝贝，我实在心痒难耐，过来开开眼。这孩子来就来，还这么客气干嘛？快进屋坐。快走快走，带我去看看那金书预测。瞧见没？这姑娘盘量调顺，一看就好生养。老婆子，人家可是江宁周家大小姐，盛世集团总裁，咱们这大孙子怕是有点高攀了。高攀什么？我孙子连捡天漏赚了快10个亿，这叫天作之合。陈岩，这已经不是捡漏了，这简直是挖到了历史宝藏啊！都是运气好而已。正主们到了，好戏开场了。各位专家，书房狭小，我们移步院子吧。
经过初步联合鉴定，大家一致认为这套金书玉册确系真品无疑。这套文物足以填补历史空白，乃是近年来民间发现最重要的宋代文物之一，国宝级重器。陈先生，既然鉴定结果已明，我们魔都博物馆志在必得，6亿一次性付清，税费我们承担。一上来就把底牌掀到天花板，这还怎么玩？我们苏杭博物馆出6亿5千万，7亿。7亿，这帮人还真是财大气粗啊！7个亿，这已经远远超出审批极限了。魔都这帮人真是疯了。我们苏杭博物馆出7亿3千万，7亿5千万。魔都财大气粗，老朽认输。这等重宝终究还是与江南无缘。陈先生，如果没有更高的出价，这套金书玉册归我们魔都博物馆了。王主任魄力惊人，成交。成交。立刻安排打款。是，王主任。欢迎各位同仁随时莅临我们魔都博物馆指导工作，共同对这批重宝进行研究。我们一定做好配合，争取早日出成果。多谢邀请。加上之前赌石、古钱币和铜炉的收益，我的个人现金资产正式突破10亿大关了。小严，这次之后，你在江宁全国古玩圈中，算是彻底站稳了脚跟呐。10亿富翁，今晚是不是该请客庆祝一下？没问题，地方你挑。这可是你说的哦。吃完饭后，这次我带你看乾空翻的猫哦。哥，这么巧，你们也来这里吃饭？好巧。心妍，这位是？这位是我之前跟你提起过的陈岩。原来是陈先生啊，常听心妍提起你，年少有为。周哥客气了，不打扰两位，我们去那边包厢了。凯哥，那就是心妍看上的，怎么找个小白脸儿？人家今天一单生意净赚7亿5千万，把你家3代资产加起来都不够。你要有这本事，我都考虑被你包养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来庆祝今天一切顺利。这唐伯虎是假话，680万，今天必须退。好像是我哥那边的包厢，他那个朋友喜欢捣弄古董，估计惹上麻烦了。假唐伯虎680万，这价格卡在真迹和赝品中间，有点尴尬。我去看看情况，你在这等我，免得卷进去难看。你小心点，别乱出头。这可是苏省书画院副院长亲自鉴定的，证据确凿的赝品。孙总，你要是不退钱，明天我就去报警。各位，打扰一下，我对古画有点研究，能看看吗？你谁呀？这里没你的事儿，别多管闲事儿。陈岩，提拔比例浮华，仕女线条板质，气韵割裂，像是拼凑的仿作。这是江南4大才子为了逗病重老师李应真一乐合作戏仿的绝世珍品，这历史价值和噱头甚至超越普通唐伯虎真迹，能拍出天价。这画虽然不是唐寅真迹，但看着纸张墨色，也是明中期的老物件，还是一件有价值的仿品。有价值，顶天也就值个180万，我花680万买它，你当我冤大头啊？这样吧，既然您执意要退，孙总拿不出钱，不如我出680万把这画接了。你真要买？现在就能转账？只要你们同意，现在就签协议转账。陈岩，你不必。好，一言为定。陈岩兄弟，太感谢了，这笔钱我一定会尽快还给你。陈岩，你这笔钱我会让孙胖子尽快凑给你，不能让你当着冤大头。周哥，冤大头，这可未必哦。陈岩，你花680万买了这幅赝品，你是觉得这画有内情？周总，这幅画
孙总是从何处收来的？卖家好像是个祖籍江南的南洋华侨的后人，说是祖上传下来的，有凭证，算是传承有序。这种说辞的确是做局的常用说法。如果把它当成唐伯虎的独作，确实处处是破绽。但你们换个角度看，这松石的笔触凌厉挺拔，极具唐寅晚年的神韵。你这么一说，这松树的画法确实有点意思。再看这仕女，左边线条刚劲，右边却柔美温婉，明显是两个人分别画的。的确如此，这两个仕女的差别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。还有这提拔，虽然刻意模仿唐寅的字体，但转折处的习惯却透着文征明的风格。你的意思是，这幅画可能根本就不是一幅单纯的仿作，它极有可能是一幅合作画。合作画，唐寅、祝枝山、文征明、徐祯卿这4位并称吴中4才子，关系密切，经常一起诗文唱和、书画筹作。你意思是说，这幅画是江南4大才子的合著？没错，从目前我的分析来看，这是一幅祝枝山、徐祯卿合画仕女，文征明题罢，唐伯虎本人后制添笔，明代4大才子合作的顶级雅集细作。陈岩，你这想法太大胆了。如果真是4大才子合著，那价值的确远超一幅唐伯虎的真迹，但这终究只是猜测。是啊，没有确凿的证据，比如题记、印章或者其他文献记载，一切都只是我们推测的故事而已。古玩行里最不缺的就是离奇传说。没关系，我再回去看看，就算看走眼了，680万我也亏得起。但它要是真的，价值绝对翻几十倍。但就算你的推测是正确的，这幅画揭表风险也极大，一旦失手，画作本身的价值也会受损，需慎重啊。这我是要好好研究一下。拿那些便宜货练习1周多了，是时候展现我揭表的真正手艺了。成了！这幅画不再是一幅简单的仿品，而是一段重见天日、被尘封的文坛佳话。遥想当年，江南4大才子都还年轻，是否也像我现在一般踌躇满志？喂，爷爷。小严，白爷刚给我来了电话，香港那边的拍卖会情况有变，12兽首的机手拍卖提前了，预展已经开始了。这么快？白爷希望你能亲自去一趟香港，帮他长长眼。爷爷您放心，告诉白爷，我随时可以出发，事关国宝，我绝不推辞。心妍姐，你这电话掐着点来的吧？陈岩，香港那场拍卖会你应该听说了吧？我爷爷作为特邀鉴赏嘉宾也要去。周老也要去？对啊，他已经提前到香港了，这次咱们一起走，到时候你可能得见见他了，做好心理准备哦。好啊，周老爷子可是圈内的顶级玩家了，正好我这儿有件见面礼，想请周老帮我长长眼。见面礼？什么东西？就是那幅花680万买来的假唐伯虎。什么？那幅画你还真借出东西来了？等到了香港，你就知道了。老陈啊，听新言说，最近你孙子在江宁连捡天漏，是后生可畏啊。哪里，他也是运气好。不过古玩这行，运气可不能当饭吃。周老说的是，正好我带了件东西，想请您老长长眼。这画提拔浮华，气韵割裂，若是当唐伯虎的真迹看，破绽太多了。小陈，眼力不能只靠胆子啊。陈岩，周老，您再看看这里。知止生徐祯卿，这是文征明的字，这不是假唐伯虎，这是吴门4才子合作的细画，绝世罕见。若是后续检测无误，这幅画的故事性和历史价值甚至超越唐寅的单人代表作。小陈，你这眼力老朽服了。老白来了，来，一起看看这幅画。这竟然是一幅难得的合作画。老周，你这又是从哪里淘来这样的好东西？不是我，是老陈的孙子陈岩，眼力过人呐。是陈岩的画，
意料之外，情理之中啊。老陈，后继有人。白烟过誉了。好了，都是老朋友了，我说正事。这次我奔走各方，为鸡首筹集了5亿，但这次预展中的鸡首，我怎么看都拿不准，还想各位一起看看。好，咱们一起去看看。这种级别的重器，只要走错一步，我白某人恐怕就是倾家荡产，万劫不复。白爷，您先别急，我来好好看看。哈哈哈哈！白爷，你不在江宁养老，跑香港来凑什么热闹？秦仲谋，你这个数典忘祖的二鬼子，少在这阴阳怪气！你个二鬼子，老祖宗的东西就是被你们这种人倒腾出去的，倾家荡产！我也要把鸡首带回国。白爷，我可都干的是合法生意，容不得您在这儿挑三拣四。咱们拍卖场上见真章吧。拜先生，情怀不顶欠花。你拿什么和我们背后的国际财团比？5个亿不够，我再把江宁的铺子抵押了。无论如何，不能让他们得逞。老白，你别冲动，这秦仲谋摆明了是在激你。是啊，这鸡首突然现世，各方都紧盯着，我总觉得有些蹊跷。这怎么会有现代焊接工艺？不对，难道这只是一件做工极高的高仿品？真正的鸡首竟然被伪装成了不起眼的灯座藏在这里。白爷，一会儿拍卖会上您要放弃鸡首，但是那个清代铜鸡灯座务必拿下。放弃鸡首？为什么？拍那个灯座干什么用？因为那才是我们要带回国的真正国宝。小陈，你刚才说放弃鸡首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白爷，周老，那宗鸡首虽然外形逼真，但我发觉最大破绽在功能痕迹。功能痕迹？根据记载，海盐堂兽首是水法喷泉构件，长期通水肯定会留下痕迹。可这件鸡首虽然做工精美，但是口腔出水孔边缘太新。你的意思，这上拍的是假货？可是这么大的手笔，这幕后之人不怕事后无法收拾？爷爷，我大胆猜测一下，这恐怕不仅是假货，还是有人故意抛出的诱饵，便是为清代铜鸡灯座瞒天过海。陈岩，你越说我越糊涂了。这座灯座造型丑笨，但标定的重量却有些异常。我仔细看过，它外表的粗铜皮像是刻意敲打上去的，而且底部包铜的缝隙里露出了清代宫廷造办处的细密簪痕。你的意思是？我大胆推测，当年为了避祸，有人把真鸡首浇筑在粗铜里，伪装成了灯座。陈岩小友，你的意思是？有人以这假鸡首明修栈道，好方便把真鸡首暗度陈仓。不错，秦仲谋这帮王八蛋想用这种犯法将真国宝卖给那些洋鬼子。可陈岩，这些毕竟只是你的推断，没有真凭实据。这个好办，那鸡首肯定是最后的压轴好戏。在之前拍卖清代铜鸡灯座时，我一试便知。好，听你的，咱们将计就计。清代铜鸡灯座起拍价50万，每次加价不得少于5万、60万、 70万、 80万、 100万。果然如此。 100万一次，100万2次，还有没有高于100万的？120万。 120万3次，成交！恭喜这位先生。亲，东西还在那个灯座里，你怎么不拍了？难道拱手让人？罗伯特，他们可不会知道咱们的布局，切勿打草惊蛇。中国有句老话叫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什么意思？只要一会儿台上的假鸡首拍出天价，咱们拿到钱，足够找这小子买上100回灯座了。高明，太高明了！各位贵宾，本次拍卖会的压轴重器圆明园12生肖之青铜鸡首，起拍价2亿，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00万。2亿1000万，2亿5000万，3亿、4亿、5亿。老东西，还真把棺材本都掏出来了。好，我
我再添把火，让你们出点大血。5亿2000万。秦先生，好大的手笔啊！不敢，天下重宝，能者居之。好一个能者居之，秦仲谋！老家伙，我知道你不会放手的，5亿5千万拿下吧，当个彻头彻尾的冤大头。秦老板财大气粗，这鸡手我们不拍了。什么？你们不拍了？白夜，你口口声声说爱国，如今就这么当起缩头乌龟了？你当初跟我的嚣张劲儿呢？白某自叹不如，不如你看看有没有其他仁人志士。5亿2千万1次，5亿2千万2次，5亿2千万3次，成交。亲，我们哪有5.2亿过账？财团只给了5亿预算。闭嘴！只要拿到那灯座，将真机手交给财团，咱们还能翻盘。现在还未见分晓。秦老板，别惦记那个灯座了。你要干什么？今天趁着大家都在，我给大家变个戏吧。天哪，里面藏着一个机手！工艺特征、氧化痕迹完全吻合，这才是真正的圆明园机手。秦先生、罗伯特先生，我觉得你们不忙走吧。秦仲谋，你伙同海外财团用假机手在明面上圈钱，暗地里把真机手伪装成灯座走私出境，你真以为做的天衣无缝？老实点，秦仲谋、罗伯特，我们接到举报，你们涉嫌跨国文物走私及巨额诈骗，请配合调查。陈岩，你算计我！秦仲谋，算计你的不是我，而是你自己。100多年了，终于回家了，小陈，谢谢你，我替国家、替列祖列宗谢谢你。白爷，这是咱们中国人的东西，理应留在中国的土地上。流失在外的国宝还有很多，既然老天给了我这双透视眼，我就会把它们一件一件全都带回家。